别人穿越都是满级神装等神佛，而老子穿越却跪在地上求着给人当看门狗，只因原主脑抽，竟把天牢狱卒这个世袭铁饭碗当垃圾扔了。为了激活长生不死卦，我只能倾家荡产，抱着贪官的大腿认贼作父。王大人、王叔、王爹，我错了，我真知道错了。以前是我年轻不懂事，不知道编制的香。您是我亲爹，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让我回来上工吧。哟，这不是我们要去闯荡江湖的虾大侠吗？怎么，外面的屎不好吃，想回来吃皇粮了？大人，那是我嘴臭，您哪里是吸血鬼？您是我的再生父母啊！这是我祖传老宅的房契，只要您让我回天牢当个差，这房子归您，我以后每个月的俸禄也都归您。哦，大人，这小子当初走的时候可是发过毒誓的，现在回来怕是坏了规矩吧？想回来？行啊，正好丁字9号房缺个送饭的，那个独眼老魔头明天问斩，现在脾气暴躁得很，昨天已经打残了3个狱卒了。你要是能让他吃下这顿断头饭，这身皮我就赏给你穿。嘿嘿。送，别说送饭，只要给我编制，让我送终都行。丁字9号房关的是30年前杀人如麻的魔教教主。李狗子看着虾人的背影，露出了看死人的笑容。滚！老夫不识嗟来之食，叫王八皮来，老夫要喝他的血。前辈，省省力气吧，明天就要上路了，何必跟肚子过不去？这是我私藏的一点经验，饭是馊的，但我敬您是条汉子，这顿饭我有言出言，就算给您送行了。独眼魔头愣住了，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天牢，没人把他当人看。眼前这个小狱卒，竟然为了让他吃口饭，搭上了珍贵的私盐。哈哈哈哈哈哈哈！好个送行，小子，你胆子不小。哈哈哈哈！10年了，老夫整整10年没尝过盐味了，痛快，真他娘的痛快！小子，老夫纵横一世，从不欠人情。你这顿饭值10000两黄金，但这钱老夫没有，只有一部杀人的天雷功，这一身传承就当饭钱抵给你了。天雷功竟是传说中无上炼体神功，别急着谢，老夫的功法乃是夺天地造化的神功，凡人肉胎，触之即死。我就问你一句，这机缘你敢不敢拿命来接？前辈，能不能只给功法不给命？晚了，接我一掌，不死你便是天下第2，死了就当给老夫陪葬。打死他，打死这个废物！卧槽，玩脱了，系统救命啊！别人修炼靠顿悟，而我修炼靠死不瞑目。为了一个天牢狱卒编制，我硬是扛下了魔教教主10成功力的天雷掌。这要是换做常人，早就连骨灰都扬了。但我不一样，身上可是带着长生金丹这个顶级外挂，只要没被秒成渣，就能瞬间满血复活。哈哈哈！死了！这不长眼的废物真死了，一巴掌拍的脑浆子都摇匀了吧？终究是凡胎肉体，承受不住老夫的霸道雷霆。可惜了这顿饭，老夫这就当是给你送行了。长生金丹不讲逻辑，只讲霸道。它的规则只有一条，只要生机未绝，不管受了多重伤，统统拉回满血状态。而且经历了天雷掌的洗礼，这具原本羸弱的社畜身体，竟然被强行拓宽了经脉。卧槽，前辈，你这手劲儿，不去工地干打桩机真是屈才了，差点把老子天灵盖给掀飞。你竟然没死，连断裂的经脉都重塑了，这怎么可能？老夫刚才那一掌，就算是宗师境的高手，也得当场毙命。死是死了一会儿，但为了这天牢的编制，阎王爷他不敢收我啊！前辈，饭钱我可是拿命付过了，现在是不是该交货了？虾人把长生金丹的修复能力当成了理所当然，但在独眼魔头眼里，这却成了万中无一的绝顶天赋。哈哈哈！天生雷体，原来你是万中无一，能硬扛天雷而不灭的天生雷体，天不亡我魔教。老夫临死之前，竟然能遇到如此完美的传人。小子，稳住心神，老夫这就将天雷功毕生心法，连同我体内最后的一丝雷霆本源，全部传授于你。记住了，老夫叫任天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魔教的下一任教主。有长生金丹兜底，再霸道狂躁的功法，
到了虾仁体内都得乖乖变成经验值。不过短短几息时间，虾仁不仅彻底掌握了天雷功的入门心法，更是直接踏入了武道门槛。这外挂比前世的带薪拉屎还要爽啊！王大人，您慢点，就在前面丁字9号房，虾仁已经死得透透的。那小子的尸体，我马上就拿去乱葬岗喂野狗，保证处理得干干净净，绝不给大人您添麻烦。干得不错，把尸体处理干净，那间破宅子，本官就勉为其难收下了。来的正好，刚拿到的新项目，正愁没人给我做测试呢。大人您看，那废物的尸体就在……狗哥这么急着给我出殡，你打算随多少份子钱啊？我操！前一秒，反派还在美滋滋的分你的家产，准备吃绝户；下一秒，你这个死鬼直接满血复活，堵在门口贴脸开大。鬼啊！诈尸了！大人救命！这废物诈尸了！你嚎什么丧？哪来的鬼？你这狗东西，不是说他死透了吗？王大人，您别听狗哥瞎汇报，我这是响应您的号召，在里面无偿加班呢。您看这断头饭我喂完了，教主他老人家吃得很满意，甚至还夸我服务态度好。放屁！教主那一掌连石头都能拍碎，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怎么可能活下来？肯定是你偷了教主什么保命的宝贝，老子今天就扒了你的皮，替大人把宝贝拿回来。卧槽，我还没开始学招式啊！长生挂，给我顶住！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击，虾仁完全是出于本能的抬起右臂格挡，体内刚刚入门的天雷功受到外力刺激，自动护体。啊，我的手！这就是神功护体的含金量，哪怕虾仁一招一式都不会，单凭天雷功那狂暴的反震之力，也足以让这个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底层狱卒当场爆发。王大人，您可都亲眼看见了呀！我连动都没动，是他自己冲上来撞断了手，这纯属碰瓷啊！您可得给我作证。碰什么瓷？这里哪有瓷器让他碰？你小子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哎呀，碰瓷就是他故意自己弄断手，想讹我的银子。大人您明察秋毫，这种败坏职场风气的害群之马，绝对不能姑息。另外，大人，我刚才进去给那老魔头送饭，虽然命大活下来了，但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这妥妥的算工伤吧？按规矩，是不是得给我报销点医药费，顺便放个带薪年假啥的？什么工伤？工匠受了伤找工部去。你这浑身上下连个皮都没破，报哪门子的伤？你小子少跟我在这耍花枪！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全凭大人平时教导有方，我在生死关头，一想到大人交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一想到大人的绩效还没达标，我硬生生从鬼门关爬了回来。大人，饭我送了，是不是该转正了？记什么笑？虾仁，你又在胡言乱语什么？那老魔头吃你的饭了？连碗底都舔干净了，这事要是传出去，上面肯定得夸大人您治愈有方，连魔教教主都得乖乖听您的话吃牢饭，这功劳全是您的。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虾仁这套现代职场的向上管理话术，直接把王八皮给忽悠群了。王八皮虽然看不透虾仁为什么突然变得力大无穷，但他明白一点，这小子现在不仅命硬，还懂事，是个极其好用的背锅侠。行，算你小子命大，这身皮你重新穿上。不过，既然你命这么硬，本官这里正好有个活交给你，跟我来办成了。你这辈子吃香喝辣，办砸了，就算你长了10个脑袋，阎王爷不收你，本官也得把你剁碎了喂狗。来活了，不知道下一个刷经验的 VIP 大客户会是谁呢？虾仁不知道的是，王八皮即将带他去见的人，是一个连当朝皇帝都头疼无比的硬骨头，而这将是虾仁将现代职场审讯学发扬光大、一战封神的开始。职场上最怕的不是领导给你穿小鞋，而是领导突然对你委以重任。这通常意味着他要把一个烂尾项目甩锅到你头上。但在虾仁眼里，这群连沉没成本都没听过的古代人，就像是新手村怪物，随随便便就能把他们忽悠的连底裤都不剩。看见没？前朝的户部侍郎也是个硬骨头，大刑司用尽酷刑，审了3天3夜，硬是没能从他嘴里撬出前朝国库宝藏的位置。上面下了死命令，今天必须拿到宝藏的线索。本官现在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今天他若是不招，这罪名就得你来背。到时候本官亲手活剥了你的皮。卧槽，强行派发死亡 KPI 是吧？领导，这算是个 S 级的高危项目啊，得加钱。什么S什么项目？本官听不懂你这些疯话，本官只看结果，办好了重重有赏，办不成你就替他死。大人放心，保证完成绩效。您就在外面喝口茶，看我怎么用非暴力沟通撬开他的嘴。乱臣贼子，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老夫若是皱一下眉头，就不配读这圣贤书，滚！大人别激动了，打打杀杀多伤和气，下官不会用刑。听说您当年可是京城第1国手，这漫漫长夜的，咱们不如来一场项目复盘。复盘？何为复盘？你这朝廷鹰犬究竟想耍什么花招？
复盘就是下棋，顺便聊聊您这盘名为人生的大棋，到底是哪一步走臭了？大人，您死守着前朝宝藏是为了尽忠，但这前朝都亡了5年了，这宝藏在您的手里，那就是一笔无法变现的不良资产，是彻头彻尾的沉没成本啊！一派胡言，那是大燕国的复国之本，什么乱七八糟的成本？老夫听不懂你这粗鄙之语。听不懂没关系，我给您翻译翻译，这意思就是肉包子已经打狗了，您就算把命搭进去，前朝也活不过来了。但您不仅搭了自己的命，还要把您仅剩的核心资产给强制平仓了，您觉得值吗？老夫孑然一身，9族皆被流放，还有何惧？孑然一身，大人，您是不是忘了，您那才年方28，被冲入教坊司的小孙女了？你敢动婉儿，祸不及妻儿！你们这些畜生，若敢碰他一根头发，老夫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别乱扣帽子啊！我就是个底层打工人，想动他的不是我，而是那些因为找不到宝藏而急得眼红的大人物。教坊司那种地方，您孙女那样的角色进去了，嘿，这叫系统性风险。您现在不赶紧做风险对冲，难道等他被折磨死了再去地府给他赔罪吗？虾仁这套从现代金融圈学来的风险对冲论，虽然词汇古怪，但逻辑简直是降维打击。侍郎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满脑子都是舍生取义，哪里招架得住这种直击软肋的灵魂拷问？你究竟想要怎样？很简单，咱们来做个资源置换，您给我一部分宝藏的线索，当做我的交付成果，作为回报，我利用职务之便帮您上下打点，保您孙女在教坊司清白平安，用一堆死人的金银换您孙女的平安。这笔买卖，大人您算算收益率是不是爆表了？牢房外，王八皮等得有些不耐烦，正准备走进来。好，我告诉你，关于宝藏的位置，老夫只跟你一人对接，除了你，老夫谁也不见。成了，这下不仅保住了命，还彻底成了这天牢里的香饽饽，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就在今天。当你搞定了老板都搞不定的大项目，千万别把底层代码全交出去，你要把自己变成不可替代的接口人。前一秒还要把你千刀万剐的上司，下一秒就得把你当祖宗一样供起来。这就是打工人掌握了核心技术壁垒的魅力。招了没？那老东西把前朝宝藏藏哪儿了？快说，本官这就去禀报9门提督。大人，您先别急着去抢发，这老骨头脾气倔，我刚才只说服他完成了阶段性交付。什么乱七八糟的交付？这件事若办成了，本官去教坊司帮你找10个8个。现在本官问你宝藏在哪，你敢跟本官卖关子？意思就是他只吐出了一半的线索。城外西山玉皇庙后院的那口枯井底下埋着前朝户部的3万两黄金，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大头还在后面呢。听到3万两黄金，王八皮倒吸一口凉气，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浑身的肥肉都在激动的颤抖。好，有了这3万两敲门砖，本官这就进去活剐了他，不怕他不吐出剩下的。哎呦，我的亲大人嘞！您要是现在进去杀鸡取卵，这项目可就彻底烂尾了。他说以后只跟我一个人单线对接，换了别人，他宁可咬舌自尽。咱们得留着这个优质大客户做可持续性发展。王八皮愣在原地，拿着刀的手僵在半空。他虽然完全听不懂什么叫单线对接、可持续发展，但他是个极其精明的老狐狸，瞬间明白了虾仁的意思。这小子现在是唯一能跟那老顽固搭上话的人，杀不得还得供着。好，你小子真他娘的是个人才！以前本官怎么没看出你这么机灵？那大人您看，我这超额完成绩效，您之前画的那个升职加薪的大饼，是不是该给我兑现一下了？虾仁这招叫挟天子以令诸侯。王八皮就算心里再怎么想把虾仁弄死独吞宝藏，眼下也得捏着鼻子认了。在这个吃人的古代官场，只要你有利用价值，阎王爷都得给你敬酒。都给我听好了，虾仁今日审讯前朝逆党立下大功，从即日起招升为本官的副手，天牢副牢头。这100两银子是本官赏他的，以后谁要是敢跟他过不去，就是跟本官过不去。底下的狱卒们一片哗然，纷纷露出羡慕嫉妒恨的眼神。虾仁笑眯眯地接过银子，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而在人群的角落里，李狗子双眼充血，用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虾仁。废物，你凭什么？老子的手废了，你却升了官，你给我等着，我绝不让你活着走出天牢。李狗子知道自己武功废了，明着杀不了虾仁，但在天牢混了这么多年，他知道犯人身上的好东西都锁在了天牢的府库里。虾爷，听说1个月前抓捕苗疆毒手时，没收了一个黑色小瓷瓶，我要了规矩，我懂。哦，天牢的规矩，入库物品概不外流。不过嘛，昨晚库房进了老鼠，碰到了几个空瓶子，狗子拿了东西赶紧滚，要是出了事儿，老头子我可什么都看不见。李狗子闪身进去，很快抓着一个黑色的小瓷瓶出来，如获至宝的揣进怀里，脸上挂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惨笑。虾仁，你不是高升了吗？这苗疆的化生散无色无味，专吞生机。今晚做兄弟的就亲自给你摆一桌庆功宴。
在职场，免费的饭局往往最要命，尤其是当你刚升职，那些平时恨不得踩死你的同事突然跑来给你敬酒，那酒里装的绝对不是祝福，而是砒霜。兄弟们，今天这场团建主要是为了给咱们天牢做个破冰，以后大家跟着王大人好好干，咱们搞扁平化管理，有王大人一口肉吃，就有咱们一口汤喝。众狱卒面面相觑，完全听不懂什么叫团建、破冰、扁平化，但看着虾仁的官威，只能跟着干笑附和。夏大人说的对，扁得好，以后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对，夏大人高明。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破冰扁平？虾仁，本官提拔你是让你给我好好盯紧那个前朝余孽，把宝藏的下落给我全掏出来，少在这儿整些听不懂的江湖黑话。那是，大人您就是咱们这项目的核心投资人，您的战略部署我绝对贯彻到底。就在气氛最热烈的时候，原本一直躲在角落里的李狗子缓缓走了出来，他用完好的左手端着一碗倒满的酒，一步步走向虾仁。真正咬人的狗是不叫的，李狗子这杯酒里已经下了能吞噬生机的化生散。虾副头，以前是弟弟我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您，这只手是我咎由自取。今天当着王大人和众兄弟的面，我敬您一杯，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虾仁看着那碗酒，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系统没有预警，但现代职场的直觉告诉他，这酒绝对有猫腻。狗哥严重了，咱们这叫良性竞争。不过我今天酒精过敏，实在喝不下了。这酒，虾仁刚升了副头，连本官的规矩都不顾了。这天牢里规矩大过天，李狗子既然认了怂，当众给你敬酒赔罪。你若是不喝，那就是不念同僚之谊，就是坏了本官手底下人的和气。喝了它，以前的事一笔勾销，否则就是不给本官面子。这就叫职场羊毛。领导发话，这杯酒已经不是李狗子敬的了，而是王八皮在借机敲打虾仁，这是服从性测试，不喝就是抗命，铁饭碗当场砸烂。服从性测试是吧？行，老子有长生金单兜底，管你里面放的是鹤顶红还是敌敌畏，就当喝中药调理身体了。大人说的对，大家都是为了 KPI 奋斗的兄弟。狗哥，这杯酒我干了。好酒就是有点苦。话音未落，虾仁的声音戛然而止，紧接着一股浓黑的血液从他口中猛地喷涌而出，溅了李狗子一脸。这毒不对劲，系统爹救我啊！虾仁像是一截被抽干了水分的木头，直挺挺地向后倒去，他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灰暗，浑身剧烈抽搐，生机正在飞速流逝。哈哈哈哈，他死了，他喝了化生散，他死了。有些挂逼，杀不死他只会让他变得更强，强到离谱。李狗子这杯毒酒本想给我来个物理销户，结果直接帮我卡出了系统的无敌版。大人您看，这化生散果然名不虚传，这小子死透了，这副牢头的位置还是我的。你这个蠢货，谁让你弄死他的？他脑子里还有前朝宝藏的下落，你把他弄死了，那3万两黄金谁赔给我？你赔吗？把你卖了都不值一个零头。大人息怒，这废物刚升职就暴毙，传出去不好听。小的这就把他扔进停尸房，伪造成暴病而亡。至于宝藏，小的以后慢慢查。滚！赶紧扔远点，看着心烦。呸！跟老子斗，下辈子投胎长点眼。警报！检测到恶意病毒入侵，核心硬件受损。卧槽！系统大哥别睡了，这属于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啊！有没有应急预案啊？难道要我落地成盒了？长生金丹似乎听懂了虾仁的话，一道金光冲天而起，隐藏功能瞬间被激活，一股无形的吸力以柴房为中心瞬间爆发，整个天牢扩散。爬在虾仁身上的几只老鼠连惨叫都没发出，瞬间化作几缕灰烟，它们体内的生命精华变成红色光点吸入了虾仁的身体内。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身体瞬间被抽空了？天牢深处，那些原本内力深厚的武林高手们，此刻更是惊骇欲绝。他们苦修多年的内力，竟然不受控制地溢出体外，化作流光穿透墙壁，疯狂地汇聚向一个方向。这是什么邪术？竟然在强行掠夺老夫的内力和精气？难道天牢里镇压着什么上古妖兽？这波爽了，这众筹回血给力啊！虽然有点不厚道，但就当是大家给我随的份子钱了。李狗子，这一波你可是我的大恩人啊！书上说反派都死于话多和补刀不彻底，还得把虾仁的脑袋割下来拿去喂狗才稳妥。尸体呢？我操！狗哥大半夜的拿着刀，是想给我修个脚吗？当你的实力已经不允许你再低调时，就不要再装孙子了。面对想搞死你的同事，最好的反击是直接帮他优化。你是人是鬼？别过来！我有刀，我手里有刀！李狗子被恐惧逼到了极限，大吼一声给自己壮胆，闭着眼睛就把手里的尖刀狠狠地朝虾仁胸口捅去。去死吧！就算是鬼，老子也要再杀你一次！
狗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大半夜的搞这种暴力裁员，这可是严重的职场霸凌啊！按照员工手册，我可是有权正当防卫的。这怎么可能？你这废物什么时候变这么强了？这就叫核心竞争力。狗哥，你的业务能力太差了，这刀法没练到家啊！是不是平时都在摸鱼？救命啊！王大人，救命啊！讲好，咱们的离职面谈还没做完呢。刚才那杯毒酒，我看你也没少花钱吧？来，咱们把这笔账好好算一下。饶命啊！瞎爷饶命！小的也是一时糊涂。糊涂？不，你这是战略误判。你以为我挂了，急着来抢我的坑位，但很可惜，我这人命硬，这波危机我扛住了。现在轮到你了，你说我是把你优化呢，还是把你开除呢？听到这边的动静，王八皮带着人火急火燎的赶到，一进门就看到被揍得不成人样的李狗子，以及站在一旁正在拍灰的虾仁。虾仁，你竟然没死！那化生散可是连牛都能毒死的。大人，他是鬼，他是僵尸，快让人砍了他！他吸了毒酒，不但没死，还变强了。大人，您来的正好，这李狗子简直是无法无天，他嫉妒我刚生了副牢头，先是用假酒害我，害得我拉了一晚上的肚子，刚才又拿着刀来意报复，企图谋杀您的核心骨干。拉肚子那可是剧毒！嗨，什么剧毒？看就是过期饮料。大人您也知道，我这人体质特殊，小时候被雷劈过，这毒酒对我来说，那就相当于功能性饮料，补得很。您看我现在精神头多足，明天就能继续去审那老东西。王八皮当然不信那是假酒，他更愿意相信虾仁是身怀异术的奇人。在这个利益至上的天牢里，一个能抗毒、能打还能审案的手下，比100个李狗子都要值钱。好，我就知道你小子福大命大，李狗子残害同僚，罪不可赦。来人啊！再把他拖下去，打断另一只手，扔进水牢。以后咱们天牢只有一位副牢头，那就是虾仁。大人，我不服，他不正常，他是妖怪。多谢大人主持公道，大人英明，这波人事调整非常及时。行了，别贫嘴了，既然你没死，那正好，明天有位京城的大人物要提审犯人，点名要个懂棋局的人伺候，你准备一下，这可是你露脸的好机会。大人物，那感情好，这属于拓展高端人脉啊！大人放心，我保证把这接待工作做得漂漂亮亮。王八皮走后，虾仁独自站在破碎的柴房里，感受着体内那股还没完全消化的庞大内力。京城的大人物，呵呵，不管你是谁，只要进了这天牢，就是我的潜在客户。见过装逼的，没见过被迫装成绝世高手。刚吸干了全天牢高手的内力，你却因为没有习过武，空有海量内力，却完全不懂控制。指挥使大人，这前朝余孽嘴硬得很，下官也是没办法才。闭嘴！本座奉密旨办事，只要结果，一炷香内问不出宝藏下落，你这颗脑袋就不用留着吃饭了。是，大人息怒，这是我的副手虾仁，现在犯人只听他的。虾仁，给指挥使大人汇报一下进度。欢迎领导莅临指导工作。卑职虾仁见过领导。咱们是直接走审讯流程，还是先签个保密协议？保密什么？你这狱卒说话疯疯癫癫，不想活了吗？还不快把犯人带上来！这甲方脾气真暴躁啊，看来是缺少情绪价值的滋润。骆冷霜看着油盐不进的前朝侍郎，耐心耗尽，他猛地拔出腰间的绣春刀，刀锋闪烁着寒光，直指侍郎的眉心。老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本座这就削了你的鼻子，看你招不招？哼，要杀便杀，老夫只认虾副牢头一人，其他人滚！找死！卧槽，那是我的业绩，领导别冲动，这是违规操作啊！虾仁觉得自己只是轻轻推了一下空气，但在骆冷霜眼里，那一瞬间仿佛有一座巍峨的高山迎面撞来。内力外放，金刚护体，你一个小小的狱卒，竟然是深藏不露的宗师级高手啊！我就想跟你握个手，搞个商务破冰而已啊！这隔空震退锦衣卫指挥使，虾仁，你什么时候成绝世高手了？内力外放，收发自如，而且无声无息，阁下好深厚的修为。刚才那一招，莫非是传说中的如来神掌？领导误会了，这不是什么神掌，这是为了保护公司资产，我特意修炼的风控防御机制。刚才纯属技术性故障，没伤着您吧？没想到天牢这种污秽之地，竟藏着阁下这种大隐隐于市的高人，刚才多有得罪。低调，我就是个打工的混口饭吃，只要领导按规矩办事，咱们还是良好的合作伙伴。既然阁下亲自担保，那本座就给你个面子，半个时辰，我要听到结果。没问题，保证完成交付。
老大人看见没？那娘们儿是个疯批，我刚才差点没拦住。您赶紧随便给个假地址，哪怕是城西的公共厕所都行，先把这尊大佛忽悠走，咱们才能细水长流啊！小兄弟，为了救老夫，你不惜暴露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大恩不言谢，老夫这就配合你。神这么惊世骇俗，我真的只是想劝架啊！完了，这下职场透明人的人设彻底崩了，以后还怎么摸鱼？此人内力博杂狂暴，却又深不可测，绝不是普通狱卒。天牢里竟然藏着这等人物，给我查清楚他的底细。奇怪，怎么感觉被猎头盯上了？希望不是来挖我墙角的，我这铁饭碗还没端热呢。男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就因为不小心露了一手，就被锦衣卫指挥使看上了，不仅想抢我的业绩，看样子他连我这个人都想要。虾仁刚把假地址告诉骆冷霜，正准备开溜，骆冷霜突然一步跨出，挡在了门口，那双大长腿直接封死了虾仁的退路。城西玉皇庙后的枯井很好，若真能挖出宝藏，这便是泼天的功劳。不过什么？大人，功劳都是您的，小的就是个传话的，不用谢，千万别客气。你叫虾仁，一身宗师级的内力，却甘心在这暗无天日的天牢里当个小狱卒，屈才了吧？不屈才，不屈才，我这人胸无大志，就喜欢这种朝九晚五、包吃包住的安稳日子。外面的江湖太危险，我怕死。怕死？刚才敢应接本座一刀，我看你胆子大得很。锦衣卫正好缺个副千户，有没有兴趣跟本座走？俸禄是你现在的10倍。王八皮在墙角听的眼珠子都红了，10倍俸禄还是锦衣卫，这是祖坟冒青烟啊！别，大人，您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儿。我这人这辈子唯一的梦想就是端着这铁饭碗苟到退休，拿退休金。您高抬贵手，放过我这条咸鱼吧。咸鱼，呵呵，男人，你成功引起了本座的注意。完了，这该死的霸道总裁魏儿！虾仁最怕的就是这种看上他才华的领导，因为这意味着以后没法摸鱼了。既然不想走，那就让本座看看你到底是真咸鱼还是装咸鱼。哎呀，男女授受不亲啊，大人！就在骆冷霜的手指触碰到虾仁脉门的瞬间，虾仁体内那股刚刚平复的混合内力再次受到刺激，那是独眼魔头的纯阳天雷镜，对异性气息极为敏感。卧槽，别摸漏电！好霸道的纯阳之气，竟然练到了触之即发的境界。你修炼的难道是传说中的童子功？什么童子功？我这就是静电，静电懂不懂啊？这是科学。童子功，原来虾仁到现在还是个雏，怪不得练功这么快。很好，虾仁，本座记住你了。这块令牌你收着，在京城见牌如见我，想通了随时来锦衣卫找我。哎，不是，大人，这东西太贵重，我怕弄丢了赔不起啊。你可以扔了试试，那是御赐之物，弄丢了诛九族。啊！算你狠，这哪是令牌，这是炸弹啊！哎呦喂，我的下腹牢头，您这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连女阎王都对您青眼有加。以后您发达了，可千万别忘了提携老哥一把。提携个屁，这分明是被监控了。行了，大人，那老东西虽然给了地址，但这事儿还没完。为了我的退休金，咱得把戏演全套。虾仁转头看向牢房深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他虽然想苟，但现在身上背了太多的因果，想彻底躺平，恐怕没那么容易了。算了，既来之则安之。反正现在全天牢的内力都在我肚子里，谁敢不让我摸鱼，我就让他尝尝漏电的滋味。前朝宝藏有下落，而且天牢里出了个会雷法的怪胎，得速报圣女。怎么感觉又有刁民想害朕？这就是得罪老实人的下场。为了支开想挖我墙角的女魔头，我给她指了一条通往化粪池的康庄大道。大人，这味儿不对啊！属下当年在北疆战场掉进过蛮族的万人坑，都没这么冲。这底下好像是个巨大的粪池。大人三思，那虾仁油嘴滑舌，满口胡言，莫不是在戏耍我们？骆冷霜也被这股恶臭熏得柳眉紧蹙，但他一想到虾仁那副宗师风范，又强行压下了内心的疑虑。哼，肤浅！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个道理都不懂吗？大人英明。给我挖，就算是粪坑，今天也要给我掏穿，把宝藏给本座找出来。我的祖宗哎，你到底给那位女阎王指了个什么地方？我怎么听说那边是京城最大的粪便中转站啊？你这是把锦衣卫往粪坑里带啊？他回来会把咱们俩一起活埋的。大人别慌，格局要打开，我这叫战略转移。他不忙起来，咱们怎么安心摸鱼？再说了，我这也是为了大人您好啊。为我好？你小子又想忽悠我？大人您想啊，那老侍郎何等狡猾，他能把宝藏藏在普通地方吗？肯定不能啊。所以他只把线索告诉了我一个人，就是为了防止别人找到。我让骆大人去掏粪坑，那是投石问路。投石问路？
对，我就是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锦衣卫指挥使为了找宝藏，连粪坑都钻了，这叫奋发图强。这样一来，那些同样在暗中觊觎宝藏的江湖势力就会觉得这事太恶心，主动放弃。如此一来，这泼天的功劳不就全落到大人您头上了吗？王八皮听得一愣一愣的，虽然觉得哪里不对，但听起来又好像很有道理。他看着虾仁那张无比真诚的脸，内心的恐慌竟然真的被安抚下来了。真的，你小子没骗我。我骗谁也不敢骗您啊！您可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衣食父母。总之一句话，您就是我唯一的老板，我的心永远向着您。就在王八皮被忽悠的快要找不到北的时候，整个地面都在剧烈震动，桌上的茶杯都被震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大人，不好了，大门被人一锤子给轰开了，是魔教的人来劫狱了。魔教办事，闲杂人等滚开！卧槽，刚把老虎调走了，狼进村了。上集刚送走一个瘟神，这集又来了一个雷神，这天牢的风水是不是五行缺德啊？我乃魔教4大护法之首奔雷手文泰来，挡我者死，交出我教主，否则老子今天就把这里夷为平地。卧槽，重大安保事故啊！这得扣多少年终奖？王八皮这个月的绩效肯定是负数了，我得赶紧打卡下班，假装没看见。虾仁正想脚底抹油开溜，奔雷手那双鹰隼般的眼睛却猛地锁住。你身上为何有我教主精纯的雷霆之气？说，是不是你害了教主？大哥，你谁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我身上这是静电，天太干了，穿的又是的确凉，容易起静电，这是科学，你懂吗？还敢狡辩，拿命来！完了，全村的希望要被劈熟了。叔父，这技师手艺不错，力道刚好，就是只有半边身子麻，能不能给这半边也来一下？我加钱。你是什么怪物？你竟然能吞噬天雷？怎么，你们那儿的雷不带理疗效果的吗？奔雷手不信邪，再次举起雷锤，这次用上了10成功力。雷动九天。来而不往非礼也，师傅，该轮到我给你松松筋骨了。虾仁缓步走向奔雷手，他每走一步，脚下的石板都会被身上溢出的电流烧得焦黑。奔雷手惊骇地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护体雷钢，在虾仁面前竟然像纸糊的一样，完全不起作用。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是你领导派来检查你工作业绩的。一股精纯无比，甚至带着一丝王霸之气的雷电之力从虾仁掌心涌出，瞬间灌入奔雷手体内。好精纯的浑元天雷！文泰来，你这个蠢货，连自家少主都不认得了，还不快跪下！听到这个声音，本已意识模糊的奔雷手猛地一个激灵，翻身跪倒，朝着牢房方向疯狂磕头，激动的老泪纵横。教主，是教主的声音，他老人家还活着。少主，老奴不知道是你啊。少主，什么玩意儿？老头儿，你别乱说话，老子是有编制的人，跟你们魔教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反转太快，闪到了我的老腰，上一秒还要杀我，下一秒怎么看我的眼神，像看他失散多年的亲爹。哎，大哥你谁呀？先松手，难受不亲，你这鼻涕蹭我裤子上了，这可是我刚发的功夫，弄脏了要扣钱的。少主，您就别装了，老教主都亲口承认了，您就是他流落在外的血脉，属下文泰来参见少主。停，打住！我跟你们说，你们这是典型的电信诈骗，想让我当你们的法人代表是吧？我告诉你们，我可是根正苗红的体制内员工，祖上3代都是良民，不可能跟你们魔教扯上关系。臭小子，胡说什么？你身上明明有我魔教最精纯的天雷本源，这股力量比老夫全盛时期还要霸道。文泰来，这小子可能失忆了，你给他验证一下。对啊，教主说的对。验证什么？我可告诉你啊，我只卖艺不卖身，滴血认亲那一套我可见多了，别想碰瓷我。少主放心，咱们魔教不行那个，太低级了，咱们有更高级的玩法，地电认亲。奔雷手说完，猛地从怀里掏出一颗闪烁着蓝色电光的珠子，这是圣雷珠，乃是我教的镇教之宝，它能感应到天地间最强的雷霆之力，若是少主，他必有感应。奔雷手恭恭敬敬地将圣雷珠递到虾仁面前，虾仁看着那颗还在滋滋冒电的珠子，心里直发毛。这玩意儿不就是个大号的充电宝吗？摸一下不得给我垫个外焦里嫩？不，这个真不用了。我相信你是好人，但我对当你们少主真没兴趣。卧槽，你个老六，玩不起是吧？就在虾仁的手指触碰到圣雷珠的瞬间，异变突生，圣雷珠不仅没有发出强光，反而像是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它自身蕴含的雷电之力竟然化作一道道细小的电蛇，被吸进了虾仁的掌心。
碎了！我教的镇教之宝被吸干了。分雷手彻底懵了，在他的认知里，圣雷珠是能量源，只能往外放电。他哪知道虾仁是一个挂逼，能吸收任何能量。不好意思啊，你这珠子好像是山寨货，质量不太行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不是血脉，是传承。这小子竟然完美继承了老夫的天雷本源，并将其进化了。他不是老夫的儿子，天魔教的道子，是天选的魔教继承人。分雷手听到道子二字，比听到私生子还要激动，再次跪倒在地，这次磕头更响了。原来是道子大人，属下有眼无珠，请道子大人回归圣教，带领我们重振雄风。魔教妖人还敢来天牢劫狱，虾仁城西的粪坑，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完了，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就想安安静静上个班，怎么就这么难啊？左边是拔刀相向的霸道女指挥使，右边是脑补过度的魔教大鸡巴，这种夹心饼干的顶级折磨，谁懂啊？好一个天牢父牢头，魔教妖人竟对你顶礼膜拜，虾仁，你果然是魔教潜伏在朝廷的卧底。今日本座就替天行道。朝廷鹰犬，敢动我家道子一个汗毛，老子今天就把你砸成肉泥！道子莫怕，想动他，先从老子的尸体上跨过去。不是，两位大佬，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大便？我就是个按时打卡下班的狱卒啊，我连只鸡都没杀过，怎么就成卧底了？两人根本不听虾仁解释，直接把虾仁当成了空气，隔着他瞬间开打。寒冰斩，分雷锤。一冰一雷两股狂暴的真气在天牢半空中轰然相撞，恐怖的冲击波直接把周围的人震退几十米开外。虾仁被夹在中间，只觉得一阵冰火两重天。虾仁惊喜地发现，这两人的内力只要一碰到自己，就会被长生金丹自动当成养分吸进丹田。这哪是打架，这分明是免费送外卖啊！我操！再打下去，我的办公场地就要没了。我这好不容易求来的铁饭碗不能砸。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你们这样是打不死人的。在两人惊骇的目光中，虾仁不闪不避，直接张开双臂，左手死死攥住了洛冷霜的绣春刀刃，右手按住了分雷手的雷锤。你疯了！一冰一雷两股足以毁天灭地的绝顶内力，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疯狂涌入虾仁体内。卧槽，冲过头了，要炸了！一道由极寒冰气和狂暴雷电混合而成的恐怖光柱，直接从虾仁嘴里喷射而出，光柱直冲云霄，在半空中炸开一朵绚丽的烟花。洛冷霜和分雷手被这股恐怖的反震之力震得落回地面，两人看怪物一样看着缓缓落地的虾仁。徒手接下我二人的全力一击，还能将内力融会贯通，化作罡气喷出，此等修为简直恐怖如斯。我就知道道子大人是为了保护天牢里的教主才被迫出手的，此等实力，我教中兴有望。就在所有人都被虾仁震慑住的时候，屋檐上方突然传来一阵清脆如银铃般的笑声。这个大哥哥真的好有意思呀！虾仁抬起头，咽了一口唾沫，一种比面对锦衣卫还要危险的预感涌上心头。别看他长得可爱，这可是个顶级病娇。上一任未婚夫刚被他喂了蜘蛛，现在他又盯上了我。圣女，您怎么也来了？这里刀剑无眼，太危险了。雷叔叔，你太慢了，我都等不及了，让我来看看传说中的道子哥哥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玩。苏小小的目光落在虾仁身上，像发现了新奇的玩具，歪着头打量着他。长得倒是眉清目秀，就是这身板看起来不太抗揍啊。小妹妹，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不是什么道子，我就是个扫地的，你们认错人了。切，不好玩，一点都不坦诚，是不是真的？试一下就知道了。他葱白般的手指轻轻一弹，一颗黑色丹药快如闪电，直接射向虾仁的嘴巴。圣女不可，那是3尸脑神丹，会死人的。全场死寂，分雷手急得直跺脚，洛冷霜也皱起了眉头，只有苏小小一脸期待地看着虾仁，仿佛在等待什么有趣的反应。鸡肉味嘎嘣脆，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6倍，就是稍微有点淡。小妹妹，下次记得撒点孜然和辣椒面。虾仁体内的长生金丹在丹药入腹的瞬间，就将其判定为有害物质，直接分解成了最纯粹的灵丹。对他来说，这玩意儿跟吃了个炸鸡块没啥区别。哇，百毒不侵，竟然有人能免疫我教的毒药！雷叔叔，你没骗我，他就是天选之子。我决定了，你就是我苏小小命中注定的男人，只有你才能陪我尝遍天下奇毒。我要嫁给你，把你做成我最完美的药人。不是，大姐，包办婚姻是犯法的，而且你刚才那属于投毒，是危害公共安全。你要是不答应，我现在就哭给你看哦！我一哭，我养的那些小宝贝就会以为你欺负我，到时候他们可能会不小心爬满整个天牢哦。苏小小一边说，一边从袖子里倒出各种蝎子、蜘蛛、蟾蜍，吓得远处的王八皮直接翻了个白眼，晕了过去。这魔教都是些什么怪人？一个认爹的，一个抢亲的，这虾仁究竟是何方神圣？怎么竟招惹这些奇葩？魔教妖女竟敢当着本座的面强抢民男，道子和圣女乃天作之合，我教内部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一个朝廷鹰犬来插嘴。
完了，我就想安安静静上个班，怎么就莫名其妙多了个未婚妻啊？以后还怎么摸鱼？当卧底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两边都觉得你是自己人，而且都觉得亏欠了你。今天我就给这帮古代人好好上一课，什么叫演员的自我修养。魔教妖人，今天你们插翅难逃，弓弩手准备。道子快走，属下今天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为您断后。兄弟们，保护道子杀出去！打个屁啊！你们几百号人在这火拼，天牢塌了，谁给我发工资？必须赶紧把这帮瘟神送走！虾仁突然发难，反手一掌狠狠印在奔雷手胸口，强大的内力把奔雷手往外推了10几。大胆魔教妖孽，自到临头还敢妖言惑众，妄图挟持本官，给我滚！骆大人，向我开炮，别管我，绝不能放走一个妖人。为了朝廷，我虾仁死不足惜，放箭了！这波不要命的冲锋，直接把全场人都看傻了。这叫人在第一层，演技在大气层。另一边，奔雷手被推得连退数10步，却毫发无伤。但他看着虾仁迎着满天箭矢冲锋的背影，虎目瞬间湿润。道子为了掩护我们撤退，竟然不惜自无名声，还要以血肉之躯去堵朝廷的剑阵，太伟大了！快撤，绝不能让道子白白牺牲！另一边，骆冷霜看着迎面冲来，敞开胸膛求死的虾仁，握刀的手猛地一颤，停止放箭，不得伤他，宁愿万箭穿心，也要证明清白，保护天牢。此人竟有如此风骨，难道真的是我错怪他了？红色的迷烟散去，魔教众人已经逃得无影无踪。虾仁维持着大字形姿势，长舒了一口气，随后双腿一软，极其逼真的瘫倒在地上，开始大口喘气装虚弱。虾仁，你没事吧？刚才是本座误会你了，你不仅没有勾结魔教，反而是我大周皇朝的铮铮铁骨。大人言重了，保护单位财产是我应该做的。就是这内伤，不知道能不能算工伤。虾仁刚想趁机敲竹杠时，突然感觉手心里一阵冰凉。他低头一看，不知何时自己的手里竟然多了一只晶莹剔透的玉蟾蜍，上面还缠着一根红线。虾仁瞳孔一震，猛地回想起刚才红烟弥漫时，苏小小那一记悄无声息的暗器。哥哥，等我回来找你哦，我也要玩卧底游戏。上集刚靠奥斯卡级别的演技，把霸道女指挥使忽悠成了榜一大哥，拿了一波丰厚的精神损失费。谁知道一回宿舍，竟然被病娇美少女堵在被窝。这年头，男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骆大人，下官为了拖住那些妖人，强行逆转经脉，现在感觉身体被掏空，这波算不算重大立功啊？朝廷管不管报销医药费？虾仁，你忠肝义胆，宁死不屈，本座都看在眼里。之前是本座错怪你了。这是大内密药9转小还丹，不仅能治内伤，还能增长10年功力。你拿去好好养伤，本座这就回宫为你请功。为朝廷流血，乃下官本分。对了，大人，既然您这么信任我，那前朝宝藏的事，这也是本座接下来要交代你的任务。那老侍郎软硬不吃，但本座已经知道了他的软肋，他的亲孙女上官婉儿。明日一早，本座会派人将上官婉儿秘密押送至天牢，交由你全权看管审讯。你是唯一能让老侍郎开口的人，务必撬出宝藏的下落，若有差池，唯你是问。大人放心，我最擅长做家庭伦理调解了，保证把这爷孙俩安排的明明白白。哦，不愧是我，3言2语就拿下了新项目，还白嫖了1瓶极品丹药。如果大周有戏班子，高低得给我颁个最佳男主角。就在虾仁准备把丹药往兜里揣的时候，床上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伴随着极其清脆的银铃声。哥哥的演技这么好，不去天桥底下说书真是可惜了呢。卧槽，鬼啊！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不是跟着那个蓝毛跑了吗？我半路溜回来的呀。那些打打杀杀的笨蛋太无聊了，哪有哥哥你这卧底游戏好玩？大姐，你这是私闯民宅，犯法的，赶紧走！这是朝廷重地，要是被锦衣卫发现你藏在我屋里，我这铁饭碗就彻底砸了。哥哥，你要是敢叫出声，我就让小红咬断你的喉咙，然后我就推开门，大喊非礼，告诉外面所有人，虾夫牢头为了掩护魔教圣女，不仅跟我私定终身，还要带我私奔。你说那个拿刀的漂亮姐姐是信你还是信我呀？大半夜被一个玩蛇的病娇美少女钻了被窝，脖子上还缠着毒蛇，这致命的桃花运给你要不要？姑奶奶，小祖宗，这天牢可是朝廷重地，外面全是巡逻的狱卒，你赶紧从哪来回哪去。要是被发现我私藏魔教圣女，我可是要被满门抄斩的。我才不走呢！你刚才演戏那么厉害，我要留下来看你继续演。你要是敢赶我走，我就推开门大喊说：天牢副牢头始乱终弃，不仅骗了魔教圣女的身子，连孩子都有了。你猜那个拿刀的漂亮姐姐是先劈了我，还是先阉了你？造孽啊！我就是想安安稳稳混口饭吃，怎么就招惹上你这个活爹了？就在虾仁准备认命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砰砰砰的敲门声。虾仁，开门！
大半夜的，我刚才怎么听见你屋里有女人的笑声？你小子是不是坏了规矩，偷偷藏了人进来？卧槽，王八皮来查房了！苏小小不仅不怕，反而眼睛一亮，唯恐天下不乱的就想去开门。虾仁眼疾手快，一把捂住他的嘴，连拉带拽将他塞进被窝，然后自己活一躺了上去。你屋里什么味儿？怎么一股子腥气？刚才明明有女人在笑。被窝里的苏小小不安分的扭动，小手甚至在虾仁的大腿上狠狠掐了一把。虾仁疼得满头大汗，五官都扭曲了，却硬是挤出一个尴尬的笑脸。大人听错了吧？哪有什么女人？是我在练口技。练口技？你大半夜练哪门子口技？这不是骆大人明天一早就要把那个前朝的女重犯押送过来吗？下官这叫发声练习，为了明天审讯的时候能降低他的防备心。不信您听。哎呀，死鬼，讨厌了！虾仁夹着嗓子，极其生硬的学了2声女人的娇嗔。停！你小子不仅命硬，这爱好也挺邪门啊！本官警告你，明天上官婉儿一到，立刻提审，别给本官搞这些恶心人的花样。是，大人慢走，大人晚安。哥哥，刚才那个胖子靠过来的时候，我顺手从他腰带上摸来的，这50两银子，就算我在你这里的住宿费了。成交，包吃包住，但咱们约法3章：第一，你的宠物不准上床；第二，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你；第三，下次记得多摸点。哥哥，钱你收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不过，你刚才跟那个胖子说的，明天要来的那个上官婉儿是谁呀？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犯人啊。哦，一个普通的女犯人，值得哥哥大半夜不睡觉，专门练口技讨好她吗？我突然好期待明天的到来呀！她要是长得比我漂亮，我就让小红把她的脸咬烂，好不好？卧槽别啊，那可是我 VIP 客户的孙女，是本牢头承诺要保护的核心资产啊！她要是毁容了，老侍郎不得跟我拼命？我这铁饭碗还要不要了？完了，为了应付上司随口扯的谎，直接触发了病娇美少女的领地意识。明天那个娇滴滴的核心资产一进天牢，这还不得变成大型翻车现场啊！哼！把前朝第一美女关进我的牢房，这不是发福利，这是发催命符啊！左边是等着我要业绩的霸道女高管，右边是随时准备咬人的病娇玩蛇美少女，中间还塞给我一个娇滴滴的顶级绿茶。虾仁，人交给你了。此女是前朝余孽的孙女，极有可能知道前朝宝藏的下落。你负责审讯，手段不论，只要能让她开口，就算把手脚打断也无妨。手段不论，还要打断手脚？别啊，这可是我的 VIP 客户，弄坏了是要赔钱的。大人，奴家身子弱，受不得刑，只要大人怜惜，奴家什么都愿意挣。骚狐狸，敢勾引我的玩具，今晚就让你被毒蛇咬烂脸！骆大人放心，对付这种嘴硬的女犯人，下官有一套祖传的心理崩溃法，不需要动刑，只需将她关进单人牢房，不出半个时辰，保证让她把小时候尿床的事都说出来。最好如此，别让本座失望。所有狱卒听令，全部退至天牢外，任何人不得打扰虾副牢头审讯。官爷，奴家怕疼，只要官爷肯怜惜奴家，奴家什么都依你。不要脸的狐狸精，敢碰我的玩具，把你手剁了！卧槽，这要是报上了，房梁上那个小祖宗非得当场抱走不可。姑娘，请自重，碰瓷是吧？我这身制服可是钢领的，你要是把脸上的粉底液蹭上面，我找谁报销去？碰瓷？奴家是想都别想，进来，别在那趴着装死，赶紧进屋，咱们还有正事要办。待所有人都出去后，虾仁一脸奸笑地朝上官婉儿走去。上官婉儿缩在墙角，惊恐地看着虾仁，以为他要施展什么变态的手段。要买啊不，大人饶命，别过来！妹子，别怕哈，外面的人都让我支走了，快坐。这里虽然环境差了点，但胜在清静。饿了吧？来，先吃口鸡腿压压惊，这是我刚从食堂给您顺来的。是大人，这是何意？您不审讯吗？不用刑吗？审个屁！你爷爷那可是我的 VIP 客户，你是他的家属，那就是我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这里，我就是规矩，只要我不让你死，阎王爷来了也得在门口排队。你想吃茶喝茶尽管说，就当是来这儿度假的。只有你过得好，你爷爷才肯跟我合作，懂了吗？上官婉儿看着手里油汪汪的鸡腿，又看了看一脸真诚的虾仁，心中的防线瞬间崩塌。在这个吃人的天牢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另类的温暖。恩公，婉儿错怪恩公了，恩公大义，若恩公能救我爷爷出去，婉儿愿为奴为婢，以身相许，伺候恩公一辈子。
别，千万别！大妹子你恩将仇报啊！我只要编制，不想要妹子。我要是收了你，我那个室友非得把我剁了喂蛇。就在这时，牢房那小小的铁窗栏杆上突然倒挂下来一张精致却阴森的小脸。苏小小不知道什么时候爬到了外墙上，正透过铁窗死死盯着里面。哥哥，你刚才说要把谁剁了喂蛇呀？还有这个狐狸精为什么要跪在你两腿之间呀？皇宫里的顶级 boss 来视察工作了，看着那顶比我宿舍还大的金色轿子，我就知道大事不妙。这老东西身上的阴气比停尸房还重，一看就是个狠人中的狼孽，传说中皇帝身边的红人，大内总管赵公公。不知赵公公大驾光临，下官有失远迎，死罪死罪啊！起来吧，咱家今日奉皇上口谕来这天牢寻个人。听说这天牢出了个少年英雄，不仅以一己之力逼退了魔教奔雷手，还能徒手接下锦衣卫指挥使的刀。咱家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成色。被赵公公点名，虾仁感觉自己像是被一条冰冷的蟒蛇缠住了脖子，他硬着头皮上前一步，行了个礼。公公谬赞了，卑职那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运气好。主要是魔教那帮人那天可能吃坏了肚子，没力气打。运气？咱家可不信运气，让咱家摸摸你的根骨。卧槽，这老变态要干嘛？职场性骚扰啊！我可以报警吗？虾仁刚想缩手，却发现自己全身都被一股恐怖的气机锁定了，根本动弹不得。赵公公冰凉的手指如同鹰爪般搭在了虾仁的脉门上，一股极其阴寒的内力顺着赵公公的手指疯狂涌入虾仁体内。这股内力比独眼魔头的雷还要霸道，透着一股断子绝孙的寒意。检测到高纯度一性能量，开始强制吸收。爽，这感觉就像大热天喝了一大杯加冰的冰美式，后心凉，心飞扬了。赵公公原本阴狠的表情突然僵住，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内力竟然像泥牛入海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如此，虾仁的身体还在贪婪地主动吸取他的内力。溜了！好，天生极阴之体，竟然能完美容纳咱家的玄阴真气，这简直是上天赐予我大周的瑰宝啊！公公咋停了？再来点呗，刚才那口还没尝出味儿呢。小娃娃，你这身根骨简直是为咱家的神功量身定做的，若是不练葵花宝典，简直是暴殄天物。咱家寻觅了半辈子，终于找到了传人。小子，这天牢有什么好待的？跟咱家进宫吧！只要你肯割去烦恼根，咱家保你10年之内成为这皇城里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听到葵花宝典和割去烦恼根这几个字，虾仁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下意识的双手死死捂住自己的裤裆，夹紧双腿，惊恐万状的后退到了墙角。公公，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呀！这个核心部件我不能切啊，这属于违规改装，而且我家里3代单传，这要是切了，我祖坟都要冒黑烟的。由不得你，为了大周的江山社稷，这点牺牲算什么？咱家亲自操刀，快得很，不疼的。完了，刚躲过魔教和锦衣卫，结果栽在了猫太监手里，这回是要被迫物理晋升了吗？我的幸福生活呀！别人升职靠业绩，我升职靠献祭，这绝对是职场霸凌的天花板。大内总管赵公公竟然拿着一把修脚刀，笑眯眯地逼我做净身，理由竟然是因为我骨骼清奇，切了之后适合练葵花宝典。小娃娃，别抖啊！咱家这手艺可是功力一绝，手起刀落，烦恼全无。等你切了这累赘的玩意儿，你体内的纯阴之气就能畅通无阻，正好继承咱家的衣钵。公公，这使不得呀！这是我的核心资产呐，我家3代单传，我要是切了，以后下去了没脸见列祖列宗啊！列祖列宗入了宫，皇上就是你祖宗，你是舍不得这点红尘俗念吗？哼，凡夫俗子身上阳气太重，全是杂质，不泄了元阳，怎么练得成神功？别磨蹭了，咱家帮你一把。此时赵公公一步跨出，看似缓慢，却瞬间封死了虾仁所有的退路。那把小刀距离虾仁的要害只有3寸，切了肯定不行，打又打不过。冷静，社畜法则第1条，当老板提出无理要求时，不要直接拒绝，要提供替代方案。公公且慢，我有替代方案，别切我，我能救您的命。救咱家的命，就凭你。公公，您是不是每逢阴雨天，腰眼就如针扎般剧痛？是不是每到此时，寒毒噬心，手脚冰凉，仿佛僵尸？这都是因为您体内阴气太重，缺乏阳气调和啊！你这小娃娃倒有些眼力，不过这跟切不切你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我是天生漏体，切了气就漏光了。我体内有天雷内力，那是至阳至刚的东西，我可以做您的人形过滤器。过滤器是何物？
您把体内的寒毒传给我，我用天雷帮您化解，然后再把干净的真气还给您，这叫阴阳双赢。如果您把我切了，元阳一泄，我就成纯阴体质了，那谁还能帮您抗寒毒？您不就少了个活体暖宝宝吗？为了证明自己，虾仁大着胆子主动握住赵公公那只冰凉的手，运起体内天雷宫的内力。公公得罪了，高压电疗启动，一道蓝色的电弧顺着两人掌心连接。赵公公浑身猛地一颤，那股盘踞在他体内几十年的顽固寒毒，竟然在雷电的刺激下松动了，一股久违的暖流顺着手臂涌向他的腰眼。哦，这酸爽，咱家的腰居然热了！全场狱卒和太监都低下了头，假装没听见。虾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手上的动作不敢停，像个专业的按摩技师一样加大了力度。公公，这就叫阴阳互补。您看这力道还行吗？这温度合适吗？要是把我切了，就没这功能了。好小子，没想到你还有这手绝活，舒服！咱家多少年没这么暖和过了。那个手术是不是可以取消了？好小子，算你机灵。这阴阳调和之法确实比多一个太监有用的多，你的根暂且寄存在你身上。谢公公不懈之恩，那我是不是可以？你给我吃的什么？宫廷秘药断魂丸，以后每天子时来给咱家通电驱寒。若是哪天伺候的不好，或者赶跑路，这药发作起来，可比切了那一刀要疼上10000倍哦。明晚记得准时到，咱家这老寒腿可就指望你了。完了，保住了下半身的幸福，却把下半辈子的自由搭进去了。从今天起，我不仅是天牢狱卒，还成了大内总管的专属医疗器械，这算身兼多职，不给钱吗？世间最痛苦的事不是人死了钱没花完，而是甲方爸爸死了，尾款还没结。我刚把老太监忽悠走，回头一看，我的 VIP 客户，那个承诺给我宝藏消息的前朝老侍郎，竟然也要违约了。大爷老大人，您坚持住啊！您不能死，咱们的合同还没走完呢。您这一走，那3万两黄金，我找谁报销去？找您孙女吗？她连个狱卒服都赔不起呀！别费劲了，老夫这段时间全靠一口浩然气吊着，只为确认婉儿安好。如今心愿已了。那赵公公又在一旁虎视眈眈，老夫绝不能落入阉党手中受辱。侠人，这几天是你让老夫在临死前感受到了最后一丝人间的温暖，一丝咸味儿。咸味？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前朝重臣在交代复国宝藏的惊天秘密，是价值连城的遗言。早饭那碟咸菜实在是太咸了，下次记得多放点糖。说完这句话，老侍郎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两腿一蹬，挂了，脸上还带着对那碟咸菜的深深怨念。我裤子都脱了啊，不，我耳朵都洗了，你就跟我说这个咸菜太咸，你个老六，你这是恶意差评，我要去消协告你！就在虾仁咆哮的瞬间，一直观察局势的婉儿眼神瞬间变了，他知道爷爷死了，唯一的保护伞没了，要想在赵公公和锦衣卫的手里活下去，必须制造混乱，转移矛盾。爷爷，你说什么？藏宝图？来人啊！杀人了！副牢头虾仁逼死了我爷爷，他把爷爷临终交代的前朝宝藏地图独吞了，就在他脑子里。快来人啊！卧槽！你碰瓷我的衣服还不够，现在还要碰瓷我的脑子？他说的是咸菜啊！一声巨响，牢房大门被暴力踹开，骆冷霜带着大批锦衣卫，赵公公带着大批太监走了进来。交出地图！造孽啊！我就是个送饭的，这锅我不背啊！被两个满级大号堵在泉水里是什么体验？左边是想切我的老太监，右边是想扛我的女上司，而我手里唯一的筹码是一句关于咸菜太咸的差评反馈。这一刻，我只要说错一个字，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小娃娃，把地图给咱家保你荣华富贵，连手术都给你免了，否则咱家这化骨绵掌可是很久没开张了。虾仁是朝廷命官，理应由锦衣卫带走审讯，谁敢抢人就是造反。完了，这是要我命啊！这时候要是说咸菜，他们肯定以为我把他们当猴耍，立马就把我分尸了。不行，这口黑锅我得把它变成防弹衣。虾仁突然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一副高深莫测，却又带着几分视死如归的表情。他猛地一拍大腿，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就不装了。没错，老侍郎临死前确实把价值连城的宝藏机密告诉了我。这傻子还真敢认，嫌命长吗？快说，在哪？就在这儿，但老头用的是前朝皇室失传已久的咸菜语密码，极其复杂，我需要时间破译，而且这密码有生物自毁程序，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我一紧张忘词了，那宝藏的消息可就全没了。好个滑头的小子，虽然知道你在拖延时间，但咱家就陪你玩玩。锦衣卫负责封锁天牢，一只苍蝇也不准飞出去。虾仁，给你1晚上的时间，把宝藏位置破译出来。明天天一亮，
要是交不出货，我就真凉了，必须想个办法把水搅得更浑。虾仁翻了个身，假装说梦话，实则是在暗示暗处的苏小小去搞事情。哎呀，这宝藏线索太贵重了，要是全天下都知道了，那岂不是更热闹？各大门派的掌门、江湖游侠把天牢围得水泄不通，原来是苏小小昨晚偷偷让魔教放出的消息，引发各大门派前来围堵天牢。这不在我的计划内啊！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好小子，你敢耍诈，把消息卖给了江湖人！就在虾仁骑虎难下的时候，人群中突然飞出一个身背巨剑、浑身散发着惊人杀气的黑衣蒙面人，一步步踏空而来。前朝余孽的脏钱，竟敢用来祸乱江湖！今日我便杀了你这敛财的狗官，替天行道！完了，忘了算上这帮白嫖党了，这下不仅要钱，还是要命啊！我操！别人遇到绝境都是天降神兵，我遇到绝境是天降暴力拆迁办。就在那个蒙面杀手要砍掉我脑袋之际，那个非要认我当老大的魔教大鸡巴带着他的狂热粉丝团闪亮登场了。谁敢动我家道子一个汗毛，老子把他吹成肉泥！蓝毛大哥，左边挡住！道子莫怕，属下的裤裆就是您最安全的港湾。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另一边，洛冷手踢开2个江湖客，绣春刀出鞘，指着众人：锦衣卫听令，此宝虾仁，他的脑子是朝廷的财产，谁也不准碰，哪怕手脚断了，也要把头给我带回去。骆大人，您这哪是保我呀？您这是保仙啊！能不能判我点好？各方势力彻底杀红了眼，天牢的墙壁被轰出了大洞，桌椅板凳满天飞。虾仁像只受惊的蟑螂，在各种大招的缝隙里极限求生。哎，那位大侠，别砸窗户啊！那个拿刀的脚下留情，那把椅子虽然破，但我午休全靠它呀！然而没人理他，一名江湖高手被奔雷手震飞，撞在了大门上，2扇大门轰然倒塌，碎成了渣。紧接着又是一道剑气劈空，削平了虾仁办公桌的一角。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为了全勤奖，我忍。一道剑气劈刚好劈中了虾仁藏在墙角的一块地砖，一个破陶罐露了出来，被剑气震碎，里面的几10个铜板和几块碎银子洒了一地，随即被混乱的人群踩进了泥里。龙有逆鳞，触之必死，而虾仁的逆鳞就是他的钱包。你可以打他，可以骂他，但你不能动他的钱。都给我住手！这一嗓子，虾仁用上了从独眼魔头那学来的半吊子狮子吼，虽然不正宗，但架不住他内力深厚啊，这简直就是个人形低音炮。这是老子的地盘，是朝廷的办公场所。你们打架就算了，为什么要动我的钱？谁再敢破坏公务，老子让他赔到破产！滚出去！全场死寂，只有虾仁粗重的喘息声。洛冷霜、奔雷手、蒙面杀手都惊骇地看着发飙的虾仁，谁也没想到这个平时唯唯诺诺的小狱卒发起火来竟然如此恐怖。哼，一群没素质的！虾仁，你嗓门太大了，铸成中柱裂了！所有人顺着王八皮的手指看去，只见那根支撑着天牢大厅的巨柱上，一道巨大的裂痕正在迅速蔓延，整个天牢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那个，我现在说对不起还来得及吗？别人上班是去赚钱的，我上班是来搞定向爆破的。随着那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我这辈子好不容易考上的铁饭碗，经历了物理层面的塌房。塌了，全塌了！我的天牢啊！我贪了半辈子才攒下的家业，这下9族都不够砍的。大人，这属于江湖斗殴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朝廷会给咱们发灵活就业补贴吗？有按加一补偿金吗？补你个大头鬼！准备买几口好棺材吧！就在王八皮哭天抢地的时候，废墟四周那些被埋在下面的江湖人士、魔教教众也纷纷用内力震开碎石。虽然个个带伤，但看向虾仁的眼神依然狂热。命真硬，天牢塌了正好，今天谁也别想拦我，宝藏我拿定了。放肆！我看谁敢动道子一个汗毛！天牢重地被毁，你们所有人今天都得死在这里！就在蒙面杀手准备冲锋时，一道红色的残影闪过，赵公公犹如鬼魅般出现在废墟最高处，他身上竟然纤尘不染，连一丝灰迹都没有，足见其护体真气之恐。一群蠢货！既然天牢塌了，这小子也就不是狱卒了。虾仁，跟咱家走！这宝藏的秘密只能烂在东厂的肚子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街道传来一阵极其急促的马蹄声，一骑快马疯了一样冲向废墟。马上的小太监高举着一块金牌，皇上有旨，赵公公接旨。皇上口谕：天牢异动，声震皇城，惊扰圣驾，罪无可恕。着令东厂及锦衣卫即刻将天牢父牢头虾仁押解进宫面圣，亲口陈述。钦此。听到进宫面圣4个字，全场哗然。皇上竟然被这爆炸声惊动，要亲自下场审问。皇上喜怒无常，你把天牢搞塌了，这次进去恐怕凶多吉少，你好自为之。
哥哥，皇帝老儿肯定要杀你，要不咱们私奔吧，回魔教我养你。好个屁！好了就是全国通缉的黑户，我虾仁生是体制内的人，死是体制内的死鬼。不就是面见最大的 boss 吗？只要我的职场画大饼技术足够高超，就算是皇上，我也能忽悠成我的天使投资人，为了我的退休金拼了！小虾仁上车吧，皇宫里的茶可比天牢里的好喝多了。希望你的脑袋能像你的嘴一样硬。就这样，我踏上了前往大周皇朝权力最中心的不归路。天楼塌了算什么？接下来我要在金銮殿上给天下最大的老板做一场关乎我项上人头的年度述职报告。职场保命最高法则，只要你的饼画的足够大、足够圆，老板就舍不得杀你。这一刻，我跪在全天下最大的 boss 面前，只要说错一个字，我连全尸都留不下。你就是那个不仅把朕的天牢给拆了，还私吞了前朝宝藏的小狱卒，胆子挺大，长了几个脑袋。陛下冤枉了，千古奇冤，臣绝对没有私吞宝藏，更没有故意损毁皇家公务。臣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大周布一个千秋万代之长策啊！好，千秋万代，把朕的天牢炸成平地，也叫长策。你这奴才，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来人，拖出去砍了！陛下息怒，容臣死谏。陛下，你想啊，前朝宝藏哪怕真有3万两黄金，挖出来冲入国库，那也就是一堆死物，花完就没了。但臣现在把它变成了一个绝世香饵。香饵有点意思，展开说说。陛下，假以武犯禁。如今这天下最让朝廷头疼的是什么？是那些不交税、不服王化，还天天好勇斗狠的江湖门派和魔教妖人啊！臣故意放出宝藏在自己身上的消息，就是为了给这帮人造一个巨大的大熔炉。江湖杀手、魔教高手死伤无数，他们为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宝藏，疯狂内斗，互相残杀。朝廷一兵一卒未动，就削弱了武林的实力，这就叫驱虎吞狼，坐收渔利啊！天牢虽塌，但却犹如一个巨大的绞肉机，替陛下炼化了无数江山隐患。臣宁愿背上贪财拆家的千古骂名，也要为我大周江山破旧立新，实现省库云而安天下的壮举，请陛下明察。大殿内死一般寂静，一直站在阴影里的赵公公听得眼角直抽搐。这小子真是个极品大忽悠，把一堆烂摊子吹得如此清新脱俗，不要脸！好一个驱虎吞狼，好一个破旧立新，满朝文武全都在朕面前装圣人，唯独你这个小小的狱卒，敢把一场塌天大祸说成是绝世奇功，好一张巧舌如簧的利嘴！朕就缺你这种厚颜无耻，还能替主子背黑锅的孤臣。虾仁长舒了一口气，感觉后背都湿透了，命保住了，铁饭碗保住了，搞不好还能升职加薪。谢陛下隆恩，臣一定回天牢遗址搭个棚子，继续为您肝脑涂地。少给朕戴高帽，忽悠的再好，天牢塌了也是事实，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既然你这么会破旧立新，朕现在就交给你一个新差事，干得好，你就是朝廷的大功臣；干不好，你连渣都剩不下。这差事你敢接吗？这老狐狸不会是想把我发配到什么比天牢还恐怖的地狱去吧？职场调岗听起来高大上，实际上是去送死。老板给你连升3级，不是因为看中你的能力，而是那个岗为他费命啊！小虾仁儿还不快快谢主隆恩！这镇狱司可是品级比天牢高的特殊衙门，里面关押的可不是什么普通飞贼，全都是几十年前名震天下的武林神话，走火入魔的魔道巨擘，甚至还有传说中生吃人肉的异人疯子。公公，这哪是升职加薪啊？天牢好歹关的是人，您这镇狱司关的都是活祖宗啊！这叫我去当司长，这分明是让我去当野生动物饲养员啊！而且还是自带干粮那种。怎么，朕赐你的官你不想去？好啊，来人！既然他不愿去镇狱司上任，那就拉出去砍了。臣就是天生受灭啊！不，臣就是天生为镇狱司而生的。臣愿为陛下肝脑涂地。臣这就去打卡报道。家人拿着令牌，像只斗败的公鸡一样走出宫门，刚一抬头，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只见宫门外，魔教护法、病娇圣女、顶级绿茶这3个活祖宗竟然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在等他。哥哥，你没死太好了，我听说你要去一个全是疯子和毒物的新地方，太刺激了。哥哥去哪我去哪，我要去那里抓新宝宝。恩公，爷爷不在了，婉儿在这世上已无依无靠。况且恩公还未将爷爷的宝藏给婉儿，恩公就算是去刀山火海，婉儿也要生死相随。道子威武，不仅没死，还升了朝廷的大官。道子在哪儿，魔教就在哪儿。从今天起，镇狱司就是咱们魔教的新分舵。造孽啊！我是去凶险万分的死牢里上任，不是去带团旅游。你们这配置，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要去西天取经呢。行吧，反正一只羊是赶，一群羊也是放。镇狱司送死小分队啊不！
朕与司团建，出发。这里就是大周王朝最深沉的梦魇，埋葬了无数江湖传说的活人禁地镇狱司。就在虾仁一行人刚走到黑色铁塔那巨大的青铜门时，塔内深处突然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凄厉嘶吼声，紧接着一股肉眼可见的血色煞气从门缝里喷涌而出。新鲜的血肉，要送点心来了吗？那个，我现在提离职还来得及吗？欢迎来到大周王朝的职场新地狱镇狱司。听说这里的犯人从来不吃朝廷发的牢饭，因为他们只是新来的狱卒。皇帝老儿这不是给我升职，这是拿我来年底清库存了。嘿嘿嘿，新来的司长大人真年轻啊，这细皮嫩肉的。上一任司长也像您这么精神，可惜刚进去查房就被底下的血魔老祖当成辣条，连皮带骨头吸成了人干。卧槽！入职第一天就送面，这哪是铁饭碗，这是铁棺材呀！虾仁低头看了一眼手里代表着大周最高编制的令牌，一咬牙，硬生生把退堂鼓憋了回去。不行，为了这口皇家饭，我连天牢都拆了。只要编制还在，地狱我也得苟下去。各位，你们也听到了，里面那是九死一生的兄弟。我身为朝廷命官，为国捐躯是本职工作，但你们是无辜的。为了你们的安全，要不你们就在外面等。哇，好浓郁的毒瘴，好精纯的湿气，这下面肯定藏着超级无敌多的小宝贝。我太喜欢这个新家了。道子竟然为了考验我的忠诚，特意带我来这种极限施压的地方修炼。道子英明，魔教当幸。恩公在哪儿，婉儿就在哪儿，休想甩开我！不是你们把死牢当成全包旅游度假村了吗？尊重一下里面的老魔头好不好？就在虾仁双脚踏入镇狱司地界的那一瞬间，外挂显灵了。虾仁脑海中突然发出一声轰鸣，他体内一直佛系运转的长生金丹突然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震动。警告！检测到极度高能环境，检测到海量可吞噬的绝世内力源，经验值已满，系统正在强制升级。长生金丹 2.0 版本开启。系统升级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原本我只能被动挨打，现在我可以主动去吸更高级的血了？什么绝世魔头，在老子面前全都是行走的高级经验包。就在虾仁准备大展拳脚，把底下的魔头当成007打工仔剥削的时候，身后那扇青铜大门毫无征兆的重重砸上，彻底封死了所有的退路。警告！警告！检测到超出系统当前等级的恐怖威压，吞噬功能遭到强行压制，系统部分功能已断开连接。强行压制，外挂失灵了。前朝龙器、至阳天雷，还有赵岩狗的玄阴真气，100年了，终于有人把这打开封印的3把钥匙主动给本座送下来了。皇帝小儿这次倒是信守了承诺。虾仁瞳孔骤缩，心脏在这一刻仿佛停止了跳动，所有的线索在他脑海中瞬间串联成一条可怕的线。原来升职是假的，面圣是假的，一切都是皇帝和赵公公做的一个局。他们故意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自己身上，就是为了把自己当成祭品送进来。卧槽，搞了半天，小丑竟是我自己。